皇上要学汉成帝吗？臣妾可万万不敢做赵合德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将朕比作汉成帝！皇上英明睿智，汉成帝望尘莫及。虽是奉臣的话，朕听着也舒服。宫里办政大厅的工作人员把甄嬛的证件刚刚办好，这边皇帝就急着要安排甄嬛事情了。皇后这边为了显示她的大度，以身体不舒服为由，又不想去做电灯泡，就不一起去行宫打扰他们，也是想有意成全皇帝和甄嬛的约会。事情之夜，皇帝带甄嬛到汤泉行宫泡温泉，洗白白后，两人就开始研究坤字的结构工程。新婚之夜，甄嬛把红烛弄得更亮些，把皇帝惊醒了。他们又开始聊起坤字结构，聊得非常开心，心中满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愿与爱人白头到老，永结同心。皇帝感受到甄嬛的真诚，深受感动，不禁对这份感情充满了珍视和爱护。从此，他们的爱情如同红烛之光，温暖而坚定，共同谱写着他们幸福的未来。在第二天清晨，甄嬛早早地来到皇后的宫中请安，皇后的心情十分愉悦，并对甄嬛的举动深感满意。他们两人有着相似的思想与观念，彼此间也有着深深的好感。皇后与甄嬛交谈时，彼此的心意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，让人感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与投缘。康禄海得知甄嬛现在飞黄腾达，很得皇帝欢心，他心生悔意，希望能重回甄嬛身边为她效劳，但被甄嬛婉言谢绝。此事引起了丽嫔的怨恨，她与甄嬛结下了不解之怨。在宫廷中，人们往往为了利益和地位而争斗不休。康禄海与丽嫔原本不过是宫廷中的小小角色，却在权力的游戏中彼此伤害。要不是您如此说，丽嫔娘娘怎肯轻易放过我呀？丽嫔未必肯轻饶了你，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在碎玉轩中，皇帝给予了甄嬛交房的恩宠，他非常体贴甄嬛的心意，按照民间嫁娶撒账习俗来讨甄嬛的欢心。这一举动让甄嬛感受到了皇帝对自己的深深关爱，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厚。甄嬛连续7天受到皇帝的宠爱，这使得华妃在宫中醋意大发。华妃身边的曹贵人建议她保持冷静，观察事情的发展，而华妃则对此感到如临大敌。你这几日侍奉皇上辛苦，本宫也不便差人送东西去你那里。藏教喇嘛大师进贡了几匹开过光的万字福寿棉被来，本宫给你留了一件，你盖着睡觉，也好早日得个皇子。多谢皇后娘娘。在皇后宫中，众妃闲聊之时，华妃突然将矛头指向了甄嬛，暗示她专宠引起了许多妃嫔的嫉妒。她的话语犹如锋利的刀剑，直指甄嬛，让在场的其他妃嫔无不感到愤愤不平。在皇后的领导下，后宫得以维持平衡，同时也借助于她努力制止华妃的行为，甄嬛对皇后深感感激。她的智慧和公正使甄嬛的宫廷生活得以安宁，甄嬛对她的贡献深感敬佩。婉贵人聪明美貌，得到皇上眷顾，那是情理中事。可是旁人也就罢了，婉贵人与沈贵人情同姐妹，怎得忘了专宠之余分一杯羹给自己的姐妹呢？